去年10月开始使用的真空管，今年4月底就要到期啊。迄当阵真侪人烧钱要抢的加码管，到早煞阁有超过60%以上无使用，尤其是国发会地方创新馆，竟然还阁有96%无去用。 为着加强真空管提升经济效果，真侪行政部会去年阁加发加买管，但是这站使用期限要到啊，所有足侪也未使用的，有立委就点名像地方创新馆有96%无使用，甲爱管管、动资管是使用率上低的前3名。 因为我们的店家比较说属于微型，而且比较非都会区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的店家基本上都是分布到中南部或东部，比较不会在大都会，像大台北其实店就很少。以地方创新馆来讲，国发会编2亿推2波促销方案，但是累积的使用金额才424万，比起使用率上好的好价馆编20亿左右，使用要18亿，成效差足济，唔若点头无收到效果，嘛浪费宣传成本。另外，已经算是较热门的解放馆，嘛有5成歌还未使用，龙游馆甲国旅馆嘛有6成放伫遐。 疫情的影响的关系，我看这个也是蛮严重的啦哈。所以说我们的使用率在经过228这年假之后的话我们已经等于说使用率又提升了5%啦。 立委批评加买馆预算总共嘛有90亿，但是安尼的成效真正无好看。嘛认为使用率低、天数复杂、通路少、民众袂记领有关系。敢若存够挂过的使用期限，嘛呼吁民众赶紧来使用。各部门嘛爱尽力宣传。记者陈嘉文、李秀凯台北报道。